毋是台语第12集，和阿兄做好一只风吹，这时已经真晚，风吹先藏好好，明仔载才来放风吹。藏、放这两字意思完全无同，有需要解说无？放是放手，是放下，就是 let it go， 是吧？闽南语的藏意思是收藏，藏一块，藏伫无人看到的所在，将位嘛。藏的本意本来是藏伫无人看到的所在。风吹藏好好，鞋仔藏伫鞋柜，无一定爱藏起来啦，就只是存放，藏伫适当的所在嘛用这字藏。你看，所以这字放嘛会使读藏啊，嘛较拜托一下好无？闽南语无遮尔无水准啦。存放的放是动作意向，毋是放下，毋是放手。无啦，人这个放吼，若连续读走音，就是一定会使读放，会使读藏啊。我读走音啊，好棒棒的发明哦！以后所有的人就照安尼来读，这什么鬼啊？闽南语传承3000年，绝对毋是靠走音来传承的，水准无遐尼低啦。你要坚持藏风吹，藏尿，就是硬要藏屁，你家己去藏。正常人是放手的 let it go 啦。